大劫就当作业就拿了，讲究不得。大劫就见就别说那些，一辈子三劫都吧，三劫就当作业就拿了，讲究不得。大劫就见就别说那些，到了辈子三劫都吧，三劫就当作业就拿了。天经地义，说能接，不怕别接。到时候嘛，就拿给到年比时间长啊，阶段，他家了，不怕人不是今年讲他白讲，第一觉得，我们今天呢所要讲授的呢，就是佛子行37颂。那佛子行37颂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何发起菩提心，以及受持菩萨戒的教授。那它的名字呢叫佛子行37颂。那佛子呢，在藏文里面呢叫做给色。那给色它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指皇子。但是呢，并不是说呢，就是作者呢吴卓贤菩萨呢，他本身是皇室出身，所以叫做所以用这边的这个皇子。那这边的给色呢，它是理解为佛子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普通的出家人呢，然后发起菩提心，如实的行持，然后去受菩萨戒。所以他在《佛子行37颂》里面呢，就是教我们，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呢去做。我们受了菩萨戒，我们想要发起菩提心，该如何行持呢？那就是透过三藏、经律论三藏的修学，然后在心绪当中呢，升起戒定慧三学的这种行持。那我们行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在我们的心绪当中呢，升起五道十地的功德。当然，要升起这些功德呢，并不容易。就像呢，我们想要去对治我们的烦恼呢，不容易一般。所以，我们听闻之后呢，我们今天听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行持。如何行持呢？就是想办法呢，让我们升起菩提心。所以，我们以一个大乘发心菩提心摄持的意乐呢，然后来做今天的听法前行。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对于造论者吴卓贤论师的生平的公案呢，我们就不特别去做解释，不然呢，就是因为还要再透过翻译，所以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们就直接屈入于正文。那正文呢，就想要说佛子行37颂，也就是说呢，我们该如何呢去行持菩萨行呢？就是如同佛子行37颂里面所讲的呢，如实的去做行持。就是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的意乐清净，那中间呢正行清净，以及最后呢回向清净。那一开始前行清净的时候呢，那前行的部分呢又分为两个，那就是归敬颂以及造论宗旨的部分。那在归敬颂呢，一开始就有Namo Loge Shoreya，那它的意思呢就是顶礼世间大自在。那这个顶礼世间大自在呢，其实我们直接翻成中文来讲呢，就是顶礼观世音，就是呢诸佛悲心的本尊所化现出来的形象呢，那就是大悲的观世音。也就是说呢，这一部论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何修成和观世音一样，如何修起和观世音一样的这个菩提心。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是以前进的心呢，然后来顶礼观自在。那一开始的这个造论宗旨还有归敬颂呢，它并没有算在佛子行37颂里面。那第一个偈颂呢，是讲到说，关键诸法无来去，唯一勤行利众生，上士观自在尊前，恒以三业恭敬礼。那这是属于归敬颂的部分。那为什么一开始呢会提到用梵文呢？用梵文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跟随世尊呢在学习。那跟随世尊学习的时候呢，那所以造论者呢，他以梵文来做开头书写呢，就表示说我所讲述的内容呢，并不是说我自己去造作的，而是呢从世尊开始呢，一直流传到现在，乃至呢引用印度祖师的这些解释，所以呢就用梵文呢来开写他的这个归敬颂的这个开头，那表示说呢，我这个传承呢是具有一个清净巨量的这个传承。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念完第一个偈颂，就是归敬颂的部分。那它的意思呢，就讲到说，最主要呢是对于上师呢和本尊观自在呢来做
把他们视为无二呢来做祈请。所以就提到说呢，谁见到诸法无来去呢？就是观自在呢，他透有通达空性的智慧呢，见到诸法呢是无有自性的。虽然说见到诸法无有自性了，但是他还是呢，唯一精勤在行持的是什么？他还是唯一精勤行持的呢，就是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呢，我的善知识和诸佛大悲的所化现的本尊观自在呢，你们二者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我无时无刻呢都透过我的三业、我的身语意三门呢、三业呢，然后来和你们恭敬的做祈请。那这个寄送呢，讲到说就是通达空性。那通达空性呢，只是说现前通达空性，就是说是处于根本定智的状态。那在根本定智的状态呢，那又能够去利益有情呢，就表示说它是在根本定智以及后得智呢，就是体性无二无别双运的状态。那能够在根本定智和后得智呢，处于无二无别双运的状态呢，那也只有佛的时候，在佛位的时候呢，才能够具备这样子的功德。那所以呢，就讲到说，我们呢从心绪当中，无论想要升起任何的正德、任何的功德呢，那一定呢要依靠着我们和本尊无二的上师呢来做祈请，就是对于上师呢升起信心。我们能够获得升起多少的正德，升起多少的功德呢？全部呢都是仰赖于我们对于上师呢升起多少的信心。就如同那若巴尊者呢有讲到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修行、任何的行持的时候呢，都要将上师和本尊呢视为无二无别。要是我们认为呢，就是本尊比上师还要来的殊胜的话呢，有比上师还要来的殊胜的本尊，只要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呢，我们心绪当中任何功德呢都无法升起。为什么呢？因为上师或者说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呢，它就是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道，引导于我们呢去向于菩提道的一个引导者。就像我们在世间呢，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向导呢带领着我们一样。所以，如同于此呢，上师呢，他就像是引导我们呢去向一条我们从未去过的解脱道以及菩提道呢，一定要依靠着上师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到达。或者是说呢，我们想要从坐船呢到达大海的彼岸。那去大海的彼岸的时候呢，那这个譬喻呢，就是把大海呢比喻为是轮回的这一种痛苦，轮回的苦海。那我想要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呢，就如同说我们坐船要到彼岸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船夫呢引导我们，载我们呢，我们才有办法到达大海的彼岸。所以同样呢，我们从凡夫位呢想要去往脱离轮回的这个痛苦的彼岸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像船夫一样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上师呢，他非常的重要。所以把上师呢看成和至尊观自在呢无二无别，然后来做祈请。那解释完第一个寄送归敬颂之后呢，那第二个寄颂呢就是造论宗旨。那造论宗旨呢就讲到正等觉佛利乐园，从修正法而出生，修法复依明行要，故当宣说佛子行。那就讲说我们一切利乐的根源呢是来自于哪里？利乐的根源就是来自于正等正觉的佛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如何获得安乐？我们想要获得安乐呢，就一定要造下善业。那我们如何知道说透过行善呢，能够获得安乐呢？那最主要呢，就是透过世尊呢，由他的智慧法身作为真上缘之后呢，然后显现为化身，为我们宣说佛法之后呢，那我们才知道该如何的行持。所以诸佛呢，他是如何成佛的呢？从修正法而出生，就是诸佛要成佛，他也是透过修持正法之后，透过修行之后，他才能够获得正等正觉的这个佛身。那该如何去修学佛法呢？修法复依明行要。我们想要去修学正法呢，同样要透过世尊告诉我们、教我们之后、教导我们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说哦，什么是修行的这个扼要。所以呢，现在呢，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无着贤菩萨呢，他要做的事情呢，故当宣说佛子行，就是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想要变得跟佛一样，那对于佛子也就是菩萨的这些行仪呢，我们该如何的行持？
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前行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正行呢就是提到说这部论呢它的意思。那在讲到说论义呢这部论点的意思的时候呢，又分为三个科派。那第一个呢就是前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三世道的这个内容，那以及最后面的这个解行回向。那在第一个寄颂呢，就是此生性的降满传，自他修度生死海，故于昼夜不空过，闻思修饰佛子行了。就是在前行的部分呢，他讲到了7个内容。那7个内容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说暇满。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远离这个家乡。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修学佛子行的好处，显示他的功德。那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不应该呢希求现世等等。所以在前行的部分呢，就是有七个科判7个内容。那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说暇满的部分，也就是说呢，此生性的暇满传，我们在今生呢难得获得了能够修学正法的这个暇满人生，也是去除了修学正法的违缘。那违缘呢，就是8种无暇，违缘我们已经去除了。而且具足呢修学佛法的10种顺缘，就是所谓的10圆满，就是所谓的这个暇满人生。那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帮助自己还有他人呢脱离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那如何呢？从帮助自己和他人从轮回的生死海，生死就是指轮回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呢？故于昼夜，那就讲说在昼60夜60呢，就是不断的精勤。那精勤什么呢？就是在具德的善知识跟前呢，然后我们去做文法，然后透过文法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呢，升起了文慧。那有了文慧以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呢去思哲，思哲之后呢，升起思慧，思慧呢就是产生定解。对于我之前所听闻的内容呢，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思维之后呢，那我内心里面升起了决定，升起了定解。有了定解之后呢，再的去串习呢，让自己升起修慧。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要从具德的善知识跟前呢去做文思修的这个学习。所以讲到说呢，文思修是佛子行。那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暇满人生呢？它是极难获得的呢？因为我们说要获得暇满人生呢，讲到说此生幸的，为什么说我们很幸运能获得暇满人生？然后把暇满人生呢比喻为能够渡脱生死大海的这个船。那它难得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说它需要3个因。它3个因呢，第一个呢就是以境界为根本。第二个呢是师等6度为助伴，那第三个呢就是广发无垢净愿。要具足这3个条件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获得暇满人生。那所以讲到说，我们获得暇满人生之后呢，我们不应该呢就是只想到说自己呢去脱离生死苦海，而是呢要想到说，就是我自己除了我自己脱离之外呢，不能够只想着自己脱离生死轮回的大海，要想到说我和一切和我一样的如母有情呢，我也要帮助他们脱离生死轮回的大海。那就想说，第一个境界为根本，它的因呢是难以造极的。暇满人生的，我们讲3个条件，第一个因，境界为根本。境界呢，就讲到说我们所受持的，像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有密乘戒。那我们受了之后呢，是否能够如理的行持呢？因为就讲到说，第一个呢，要有境界做我们的根本，它是基础。除了有境界作为我们的根本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是师等为主板。师等，比方说6度的这些形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呢，这6度的形式。那我们自己是否有好好做6度的形式呢？我们自己呢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去抉择自己的这些行为，就知道说我是否呢有好好的去行持6度。那我自己是否有好好的守戒？去思维就知道说其实是不容易。那还有第三个呢，广发无垢净愿。无垢净愿所讲的呢，并不是说我只希望说我做这些善行，我去持戒，然后呢，我去布施等等。我所求的呢，只是为了我今生呢能够长寿，能够无病，我能够赚大钱，并不是这一些呢叫做无垢净愿。无垢净愿讲的呢，就是指说清净的这个发愿，就是并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承办佛位，这个叫做无垢净愿。所以《入行论》里面就讲说，为什么暇满人生呢是难得的？因为它的因呢是难以造极的。为什么？因为陆行就说呢，透过我们今生自己的行为呢，
我就可以知道说人生呢是很难得才能够获得的。所以获得了这样殊胜难得的人生之后呢，我们一定不要只为了自己，只想到自己，而去想到说一切有情。所以为了帮助一切有情脱离生死轮回的大海呢，我要昼夜不通过。昼夜不空过的意思呢，就是我日夜呢精勤。那我该如何日夜精勤呢？日夜精勤呢，就是透过文思修呢来做行持。那为什么说文思修很重要呢？因为经典里面呢就讲到说，如果呢我们没有去听闻的话呢，就像是没有手去爬山。你没有手呢，你怎么去爬山呢？你想要爬到高山上面去呢，你没有手，你怎么爬得上去？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听闻的时候呢，说你要去修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呢该如何的去做修行。所以呢，就讲到说听闻的这个重要。那有了听闻之后呢，我们知道说该如何听闻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修行嘛。那听到以后呢，我们是否就能够完全的理解呢？没有办法，因为听到之后呢，我们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的意思。了解了大概意思之后呢，就要再的呢去做施则。施则就要讲说，第一个是听闻是文慧嘛，思慧呢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辩证，然后一直到内心呢想到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呢产生决定性的了解，就是升起了定解。你有了定解之后呢，你才能够更有心力呢去做这件事情。那有了定解之后就够了吗？也是不够，因为有了定解之后呢，我们还要透过一而三再而三的这个串习，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修慧。所以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入与行持呢？就是依照文思修的这个次第呢去做行持。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寄送。第二个寄送呢，讲的呢就是远离家乡，就是远离自己的故乡。那就提到说呢，贪爱清芳如水动，嗔恨怨芳似火燃，嗔畏取舍犹黑暗，离家乡是佛之行。就是说呢，我们会对于哪样子的对境呢，升起贪心呢？就是对于说我自己认为是我的亲人，或是属于我亲人这一方的呢，那我很容易呢就会升起贪。那升起贪的时候呢，就像是陷在水里面呢，我们就不容易呢轻易的从水中脱离出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于呢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呢升起的这种贪呢，就像是水一样。那嗔恨怨方是火燃，怨呢则就是指仇敌。我们对于仇敌呢很容易升起嗔恨。而且这种嗔恨呢，就像是大火一样，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很容易身体变热，然后像是火在燃烧一般。所以，我们对于敌方，就是和我不相应的这些方呢，我们统称为就是憎恨方或者是怨敌方。那我们对于怨敌方呢，我们自然就会升起这种嗔恨心。所以，嗔恨呢，比喻为像是火一样。那吃为取舍呢，由黑暗。那吃呢，就是对于非贪非嗔的这个境呢，那我们很容易呢，就是升起这个吃。为什么叫做吃呢？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对境呢，我们就很容易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正念呢就不容易提起来，正念呢就会消失。所以愚痴呢，它就像是黑暗一样，因为它让我们的正念呢能够把持住心的正念呢升不起来，所以就如同是黑暗一般。所以离家乡呢是佛子行，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家乡的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就是讲说，我父母亲生我们的这个地方，父母亲居住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家乡或是故乡。那第二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透由贪嗔痴，由贪嗔痴所能够升起贪嗔痴的地方呢，叫做家乡。因为为什么会在轮回里面流转？我们为什么一直待在轮回里面？就是因为升起贪嗔痴的缘故，所以把能够升起贪嗔痴的地方呢，叫做家乡。所以呢，这个呢，升起贪嗔痴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呢最大的这个障碍。所以这就讲说呢，离家乡呢是佛子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呢。我们贪爱方呢所升起的贪心，对于我们嗔恨方、怨敌方呢所升起的嗔心，还有对于我们不了解呢、不知道呢所升起的这种愚痴呢，对于这三毒呢是我们要去对治的。所以讲到说离家乡，这里的家乡则就是远离贪嗔痴三毒呢，这一种行持呢是佛子行。那接下来呢，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要在极静处呢来做修行，所以经常说呢，远恶近故或渐减，离散乱故善自生，心诚于法起定见，
依境处是佛子行。那前面呢就讲到说，我们要远离家乡，远离贪嗔痴的这个故乡。那远离贪嗔痴的故乡之后呢，那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就是要到这个极境处。极境处呢，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呢，让三毒减少的这种地方呢，叫做极境处。那该如何到极境处呢？就是前面讲的说，我们为什么会升起贪嗔痴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对的境，我对于亲爱的这种乐意境呢，升起贪心；那对于不乐意境呢，不可爱境呢，升起嗔心。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远离贪嗔的这种恶境。所以，远恶境呢，就是远离贪嗔痴的这个对境。远离贪嗔痴的对境之后呢，那自然惑渐减。这里的惑呢，指的是烦恼。我们的烦恼呢，它自然呢就会慢慢的消除。烦恼消除之后呢，那自然就能够远离散乱。因为呢，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沉静。那远离烦恼之后，心就不会再散乱。心不散乱的时候呢，那自然就能够心澄。澄的意思就是心清净。远离散乱之后呢，心就会变得清净。心变得清净之后呢，那自然呢，我们对于佛法，就是对于我们所闻思修的这个法呢，你自然就更容易呢升起定见，升起决定的这个定见。那这一段呢，就像是《俱舍论》里面讲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们会对于三种境，就是让我们升起贪嗔痴三毒的这个三种境界。我们面对到三毒的境界的时候呢，自然呢就会升起烦恼。有了烦恼之后呢，那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去非理作意。非理作意之后呢，自然我们的心呢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散乱。所以这里刚好是讲倒过来的。跟俱舍论呢，就是烦恼升起的这种方式呢，是倒过来的。就是我如何呢，就是去远离这个烦恼呢？第一个就是我远离会让我升起贪嗔痴的这种不好的这种境界。远离境界的时候呢，不好的境界的时候呢，烦恼就会减少。烦恼减少的时候呢，你心自然就不散乱。心不散乱的时候呢，你心自然就容易清净。心清净的时候呢，你就会对于诸法呢升起定见。所以呢，才讲到说，我们要在极静处呢，去极静处修行呢，是佛子行。极静处就是说，远离贪嗔痴对境的地方呢，叫做极静处。那这个呢，就和中华大师呢，他在三主要道呢里面所讲的一样。如是于此三主要道义，至若如实通达诸恶要，当依极静处所起精进，愿汝速疾承办就经验。那就是对于呢他的这个一个法旨呢，那给的这个教解，就是讲完三主要道之后呢，那他对于这个弟子说到呢，对于我前面所讲的，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呢，这三主要道意思呢，你如果能够通达他的恶要之后，了解了，就是透过闻思修知道了三主要道的重要之后呢，当依极静处所起精进，你就要到极静的地方，极静处就是远离让我们升起三毒烦恼的这个对境，到极静处呢，好好精进的去修持，透过精进施舍愿汝，希望弟子你呢速疾成办究竟愿，能够快速呢获得成佛的这个果位。所以无论是中科巴大师也好，或者是无作先论师也好呢，都是跟我们讲到说呢，就是要依止极静处的好处。那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寄送呢，就讲到说我们要舍弃现世，所以就讲到说呢，常伴亲友还离别，情聚财物终弃捐，失客且宜身舍去，舍现世心佛子心。那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大家好朋友呢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会有离别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一定会最后呢就是会离别，不可能呢大家一直聚在一起。那情聚财物呢，终弃捐，就是我们一辈子呢努力的呢去累积这些财富呢，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呢，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走，你一定还是要放弃这些财物。即使呢，你想要带走呢，也都带不走。而且呢，这里讲说，不要说外在的这一些亲友或者是财富，乃至于呢，士客且以身舍去。所以这边呢，就把我们的心事呢、意识呢，比喻是一个旅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像是这个旅馆一样、旅社一样。到我们死的那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意识呢，还是要把我们像旅馆一样的这个身体呢，还是要舍弃它，就是我们不可能带走任何的东西，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呢去到来世而已。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死无常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死亡，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是否呢有认真的呢去想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寄送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仔细呢去思维。
内心呢要升起坚定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不能够贪着现世的这一些东西，我要远离呢让我升起贪嗔的这一些念头，或是让我升起贪嗔的这些对境呢，我是不需要去执着他们的。为什么？因为死的时候呢，就算你真的很想带走呢，你也带不走。所以呢，我们要舍弃限制心呢，是佛子呢菩萨的这个修行。那所以这个寄送呢，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要舍弃现世心。但是舍弃现世心呢，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现在所有的受用这些衣食受用呢，我全部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指的舍弃现世心呢，指的是说我们要舍去这种贪着心。而不是说呢，哦，有些人他讲说，哦，舍弃现世的时候呢，就好像说，哦，我什么世间的受用，我也不用吃东西，我也不用穿衣服，我也不要任何的受用，然后被火烧呢就烧，然后掉到水里面，掉到水里面溺死呢就掉到水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要舍弃我们的贪心。为什么要舍弃我们的贪心呢？因为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呢还有来世呢，到底哪一个会先到。那既然不知道明天和来世哪一个会先到的话，那我们干嘛要对这些东西升起贪着呢？所以才讲到说要希求后世，舍弃现世心，所以是舍弃我们的贪着。那接下来第五个寄送呢，那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远离恶友。那如何远离恶友呢？那所谓的恶友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我们和他相处久了之后，他会让我们的三毒增长，就是半彼若使三毒长，病坏文思修作业，能转慈悲令上师，原恶友是佛子行。就是这个人和我们久了之后呢，会让我们心绪当中贪嗔痴的三毒呢增长的话，或者是说呢，病坏文思修作业，或是和这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呢，我们对于佛法的文思修呢，会慢慢的退失。那还有呢，就是能转慈悲力上师，我们本身呢，就是大乘的根本。大慈心以及悲心，然后如果说和这个人在一起久了呢，我们的慈悲慢慢的退失，就是大乘根本呢慢慢退失的时候呢，那就知道说这种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恶友，所以远恶友呢是佛子行，所以这边讲的远离恶友呢是远离说对我们修学大乘呢会退失心的这一种大乘的恶友呢，是我们所要弃舍的。那为什么要远离恶友呢？因为我们是初修行者，我们是一开始刚开始修学佛法的修行人。那我们一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是不坚固，很容易呢就是会坏灭，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然后我们心呢就由此呢去做转变。所以供堂大师呢才讲到说，所谓的恶友呢，它并不是头上呢长角的这个呢，头上有长着角的这一种呢。有獠牙的这种叫做恶友，并不是所谓的恶友呢，它就是会让我们的行为呢变得越来越坏。那就如同刚才在佛子行37颂里面讲到的呢，它如果说是让我们的三毒呢贪嗔痴三毒增长，然后毁坏我们文思修的这一种行持，然后让我们心绪当中的慈心悲心慢慢退失了呢，那这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恶友，那这一种就是我们要远离的对象。那接下来呢，就是第六个寄送，就讲到说，我们远离恶友之后呢，那我们要亲近谁呢？那我们就是要亲近善友。那善友所讲的呢，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讲到说，一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初月增，则教自身有爱众，依善知识佛子行。就是我们靠近依止这一个人之后呢，那能够使我们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三毒这些恶业呢，就是慢慢的消退。而且我们的功德呢，就会像是从初一到15呢，月亮是慢慢的增长一样，我们的功德呢，像初月一样的不断的这个增长，则叫自身有爱众。那我们对于爱惜他人的心呢，比爱惜自己的心呢，还要看得更为的珍重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呢我们所能够去依止的善知识。所以依止善知识呢，就是佛子，也就是菩萨呢所重要的行持之一。那所以呢，就是所谓的善知识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就是功德呢不断的增长，然后让我们的恶业呢能够不断的退失。那当我们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去对善知识修信的缘故，那我们可能呢会对善知识呢去观察到他的这个过失。那看到善知识过失的时候呢，那我们该如何去思维呢？我们要去思维到说，哦，智所见相不可决定，我看到的呢不一定是正确的。那除了就是
看到过失的时候呢，要去思维到说，哦，我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之外呢，那同样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要做，善知识呢所欢喜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道次第里面呢，就是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呢，以此善知识的这个重要。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七个寄送，那就讲到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前行呢，就是分为七个科判。那第七个科判呢，就讲到说皈依三宝，就说依止善知识之后呢，那接下来自身犹逐生死狱，世间天等谁能救？故于救度不虚者，皈依三宝佛子行。那就讲到说呢，我们堕落在生死轮回当中呢，那谁能够真正的救护我们呢？那以这种世间的天神来说呢，他们自己呢，同样也是在生死的牢狱里面，他自己呢都没有办法从这个生死牢狱的牢笼里面脱离出来，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他自己都在水里呢，都快要被淹死了，那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救自己，他怎么有办法去救其他溺水的人一样呢？所以讲说，这些世间天神呢，他们自己也是在生死轮回里面，他们自己都还没有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呢去救度想要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的我呢？那谁能够升起真正的救护呢？那就是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呢，才是殊胜境。为什么是殊胜境？它是殊胜境的原因呢？故于救度不虚者，因为三宝佛法僧三宝已经真实的从轮回当中呢脱离出来，因为佛陀呢他已经透过就是修学正法之后获得了无助涅槃，所以他有能力呢救度一切众生，把他从轮回当中救拔出来的缘故呢，所以皈依三宝佛子行。那以上呢已经结束了，就是前行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正行。那正行呢又分为三个科判，就是分为下士道、中士道还有上士道的行持。那第八个寄送呢，就是下士道的这个行持。所以讲说呢，诸疾然人恶趣苦，能人说为恶业果，故虽遭遇命难缘，终不造罪佛子行。那就讲到说呢，就是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呢，是我们极难以忍受的。那以地狱来说呢，地狱就是寒地狱跟热地狱，冷热的这种极端冷热的痛苦。那恶鬼道呢，就是让我们饥渴、肚子饿以及口渴的这种痛苦。那畜生道呢是愚痴，所以无论投身到三恶趣的哪一种呢，它的痛苦呢都是我们无法忍受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堕入于三恶趣呢？那就讲说，能人说为恶业果，因为我们造了恶业的缘故呢，所以才会堕入到恶趣，就是造了重业呢堕入地狱，中业呢恶鬼，轻业呢畜生。所以呢，我们对于如果不想堕入于三恶趣的话呢，故虽遭遇命难缘，即使我们生命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终不造罪，我们也不能够呢去造罪呢，会让我们堕入于三恶趣的这些恶业，所以不要去造作恶业呢，这个就是佛子的行持。那所以这个寄送呢，就告诉说我们呢就是要断除恶业。为什么要断除恶业呢？因为如果呢我们不去断除恶业的话呢，那极难忍受的这种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呢从三恶趣的痛苦当中脱离出来。那我们该如何的去做行持呢？就是从一开始所讲的，我们最初呢要去思维到，哦，我已经获得了难得的这个人生，获得难得的这个暇满人生。那有了暇满人生之后呢，它并不是坚固的，所以由此去思维死无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但是死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并不会消失，我们意识呢会不断的投生。那投生呢就只有两个地方，要么就是善趣，要么呢就是恶趣。那我们想到恶趣的时候呢，想到恶趣的痛苦呢，内心呢升起部位，然后相信呢唯有三宝呢是救护，所以自诚呢去皈依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呢，那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个内容呢，也就是业果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要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呢，然后对于业果里面所讲的取舍，也是断恶修善的部分呢，我们要如理的去做行持。那给今年三百给我的电的的着主我我空了，空了干，结巴记住路上着我一点点念不人，三界修，萨西密集修习没道场，日拉练习念的经吧，三界心得灭的普巴耶，这个南大心，觉不了修。接着拉面，不接他们电接，那个听的学这个。
로산 덴베 데메 사솜게 드레 무세다 인교로지 구로라남 아미야다요 카다야바 간치 사바데 로메 마리 기동조 남제 자베 원보 다교제 데마 세베 차라군 라다 제존네 제베리베 로와 제베 타게게 조베게 메라 산제네 게 바게 템바 인제 최게 마장바 캬게 냠브라 제베 손 인제 첨보지라 그바에 펜데 테데스 세제 자베 메존 찰라나 레제 림베소 남베 찰라